再来看婚林地检署，有警方加强查丧尸分段的卖毒集团。伫8月查到大盘，嘛查扣5800万的毒品，佮继续追查。嘛伫公寓、个人家厝查到有人的分装毒品哦，嫌犯嘛已经向移送法办。 警方伫咧惠林到啦，这间公寓掠到29岁姓地查甫人，提出来超出伊托米脂原油792公克，甲各种分装干仔。警方讲，伊托米脂俗称丧尸分段，因为分装真容易。最近查到藏伫咧大楼公寓甲名体分装厂，用传统的锅碗瓢盆加热，再加入相关的香料。 甘油之后呢，它注入到这个空的烟弹壳之后呢，再用加热器就可以来做试用哦。所以现在我们警方为了打击这个丧尸烟弹，所以针对我们辖内的大楼还有民宅隐身在辖内大楼或民宅的这些分装厂，我们都会来强力的扫荡来做打击。 为了要防止伊托米脂毒品的危害，婚林的检警伫8月查到丧尸分段大盘，高级搁再继续深入的调查，调查小盘贩毒网络，总共查到97件111个人，包括32个药头，食毒甲有毒的人44个，32个药头，也查获了5个毒品的分装厂。那所查获扣案的这个伊托米脂的烟油2.5公斤里面，它可以做成市值4800万的丧尸烟弹。 来贩售到市面，哦，这个可以供25000人次来吸食。现在丧尸烟弹造成毒驾，造成公共的这个危害非常的严重，而且倍数可以说是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原来大概几百件，现在变成几千件哈。警方讲，伊托米脂是麻醉药物，有镇定催眠的效果，验过歹毒加入去电子烟油内面使用。 造成鸡巴未受控制一直掉，也有意识混乱的症状。若是使用过了，人茫茫塞车，正容易发生车祸。会继续追查，保护民众性命财产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